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定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良辰美景待我言，生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谢。戏本戏头过尽言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金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虽然我是个神仙，但是我在人世间也是有名字的。我坚持我的名字要直着写，绝对不能横着写。你们很好奇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有那么一次，我这么写了，有人对我说：“白老师你好。”我叫做皓月，不叫白告月。我只是字写的比较宽一点了，错了吗？请叫我皓月。汪兰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样了？要不要我帮你去教训那只臭狐狸？小桃，我们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是朋友的话，我不希望听你叫我什么小姐的。不叫，以后都不叫你小姐了。谢谢你帮我做的一切。以后我们还是恢复正常的室友关系吧。你说什么呢？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乱。有一肚子气，你不要听那只臭狐狸乱说。你问我嘛，小桃知无不言。只要你别生我的气。我能不生气吗？你知道事情那么多，却一直隐瞒我这么久，这是朋友该做的吗？对不起。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我跟苗里的事情，却一直没有告诉我。那些事情都是早有预谋的吧？我现在真的是三观尽毁，大脑爆炸。你要我怎么说你们呀？我只是想你们有一个好的结局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为了我好？哎呀，好了，我也不是怪你，就是好烦。小姐，不，汪兰，你别烦了。我和师傅
就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。能怎么解决呀？狐狸都说了，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。还有我遇见他有危险的事儿，也不是巧合。还有福利院的事儿，肯定跟这件事也有关系。喜欢的人都还没喜欢上自己，就把一切的可能性都给断掉了。那只臭狐狸说的，师傅说过，万事都有变数。虽然你们在那个世界悲剧了，啊，不是错过了，但不代表在这儿也会那样啊。是啊，我们不应该为那个世界背黑锅，一点都不公平。什么两个人相爱必有祸端？说真的，人家压根就没有喜欢过我，哪来的什么结果呀？你不要自暴自弃嘛，你不能多想，本来没有事，也被你想出事了。你要相信，你们俩就是天造地设的一段姻缘。这一次，小桃一定会让你们修成正果。你放心，有我跟师傅在，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。算了吧，反正人家都拒绝我了，我还死皮赖脸的跟着，离他远一点，没准对我们俩都好。要是叔兄想看的话，我年年伴你来看。李兄待我真好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人呢？这世界也太不公平了。人家遇上的就是知书达理的温暖男，我遇上的怎么就成了个腹黑毒舌高冷弟啊？要不要这么邪乎？小姐，你真打算不跟苗大神讲话啦？快走！小姐，你这么躲要躲到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走了走了。王兰啊，训练呢，你想干嘛去啊？赶紧进去啊！哎，娇姐，你快看，这苗大神都不带理他了啦！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今天心情特别的好。苗里，野见。
整天提心吊胆的，明明一直躲着他了，怎么还这样？小姐，这么着急去哪儿啊？哎，小姐，这是男厕所。狐狸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什么事？给我出来！非礼勿视。你之前说2个人相爱必有祸端，可是他并不喜欢我呀，为什么他身边还有这么多危险啊？而且我明明已经躲着他了。臭狐狸，我警告你，你再敢乱说，早晚都会被打死，你知不知道？不对，不用等到晚上，早上就会被打死。你躲着他，不还是因为喜欢他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姻缘结就是结，就算是你单方面的感情，也会有影响。你干嘛？打死我也得说。王兰，这几天的事情你也应该看见了，也应该相信我说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。既然我们无法阻止悲剧，我劝你还是彻底忘掉他，忘掉他，放弃他，就不会有麻烦的事情发生。我劝你还是彻底忘掉他，忘掉他，放弃他，就不会有麻烦了。忘掉他，放弃他。小姐，动了情，怎么能说忘就忘呢？或许早点忘掉是个好方法。他离开孤儿院这么多年，都相安无事，可是遇到我之后，就麻烦不断。有我们在，谁说他就一定会出事？反正他也不喜欢我，忘掉他是早晚的事。苗里，怎么了？我有事要跟你说。说吧。我今天就要转学了。转学？因为出了点事情，今天就要走。不管你记不记得福利院的事情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能再遇到你，我感到非常的幸运。之前基建社考核的事，你尽力帮我，我也非常的感激。这个东西给你，就当是个老朋友，留个纪念。好，谢谢。那你们快去上课吧。一路顺风，拜。小姐，叫的车已经在门口了。我们走吧。竟然还哭了，汪兰，汪兰，你真是没出息！
小姐，你怎么醒了？没想到我堂堂汪兰，竟然被这种事情给打败了。我才不要演苦情戏呢！啊？妥了。池塘、深山、宿舍、图书馆，这都什么呀？这是爱心版危险场地时刻列表，都是我通过种种线索总结出来的。反正现在一时半会儿我也忘不了他，那么在忘掉他之前，我总不能成天躲着他吧，整天为他揪心。所以呀，在苗里去这些危险场地之前，将他截胡，从今天起24小时待命，做一个合格的小保镖。哎，小姐，那你这不就是借保护之名行撩汉之实吗？错，保护就是保护。反正呀，我再怎么死皮赖脸，人家也不会对我有什么意思。等我差不多忘掉他的时候，我就不需要保护他了呀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哦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永远支持小姐。那从明天开始执行。呀，来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还有这个地方，还有这个地方，都不可以去。啊？按对。这个也不行吗？按对。臭狐狸，你给我站住！幸好老子跑得快！哎，放手！臭狐狸，见到我你还敢跑？放手啊，很疼的！跑啊，继续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你到底要干嘛？有话能不能好好说？怎么，狐狸的耳朵揪不得啊？揪不得，是个痧，不可揪耳朵。怎么啦？疼啦？当年我也没少揪啊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暴力啊？你还说我臭狐狸？上次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算什么账？我又没干什么坏事。再说了，人家汪兰都没怪我。你还敢狡辩？要早知道你是个狐妖，当初我就该阉了你。你冷静点啊！咦，你恶不恶心？我说的是淹水里的淹。反正我会慢慢跟你算账的。现在我找你有正事儿，今天的英语课咱们俩换一下，你去 B 班，我去 A 班。你跟我换，干嘛？那汪兰呢？汪兰去哪个班？让你换你就换，你管汪兰干嘛？谁知道你安了什么心？汪兰还在 B 班呢，你去陪她吧。真的？真的？真的？他来干嘛？你说来干嘛？汪兰，走错教室了吧？学姐，我今天换课。换课？谁让你换的？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来干嘛，识相的赶紧走。哎，娇娇，怎么了？快上课了，早点回座位吧。真不要脸，又开始。
干嘛？我来好好学习啊。哦。另外还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不想听。听听无妨嘛。之前你帮我集训，我还挺感激你的。其实上次那件事儿，我不该冲你发脾气，说些奇怪的话。虽然那个视频有些风言风语，但是我相信啊，苗学长绝对不会往心里去的。哦。就知道哦，这跟李公子完全不是一个人，好不好？唉，人比人，气死人了。要在别人背后说坏话，当心会有报应。那个，我怎么可能说坏话呢？我是因为昨天没睡好，眼睛有点疼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做皓月，张老师生病请假了，所以这学期的英语课由我代课。这年头什么世道啊？学老师还看颜值的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就没出息。好了，那我们先看看张老师上次上到哪里了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扶本宫一把。别闹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老师有些眼熟啊？你又发作了是吧？你当我没说过？你不是说换课吗？是换课啊。既来之则安之嘛，给我乖乖坐着，不许动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不是在帮他，是在坑他。是帮还是坑，得看我家汪兰怎么说。反正我告诉你，你别再想偷偷摸摸干坏事。从现在起，你不许离开我的视线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曾经喂过你、养过你，是你的主人恩人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除了折磨我、训我、薅我毛之外，你哪点对我有恩了？薅你毛都算轻的，你怎么不说你给我捣过多少乱？总之，你算是落在我手里了，看我以后怎么慢慢驯养你。哎，狐狸，你怎么来我们班了？汪兰呢？汪兰追一班了。他去。不多嘴你能死啊！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可不客气了。你敢？你要是敢动一下我，我就让师傅把你打回原形。我不跟你们解释。A letter to God。老师，我想申请旁听。哎，学校你有规定，出去吧。老师，我们班已经有旁听的同学了，您还是让他进来吧。就是啊，老师，他也是旁听的。哎呦，大家都这么踊跃啊，好喜欢上我的课是吧？啊，好，这样吧，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，那么等等大家都别走，我给各位单独多加一节课，怎么样？哎，老师不用辛苦了，我就凑合听这节课就行。站着，不会让你进来吗？哼。串课的同学们，都到后面坐着。谢老师啊。
哎，还有啊，那位女同学，别老缠着学长啊。你的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花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儿时虽不年轻，是一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。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。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。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。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。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。挥别